台南市的內亞大樓呢，已經趴遠要20棟的時間啊，因為這厝體結構是真舊，所以有安全的疑慮。即馬工務局是決定要甲拆掉。今仔日佇個時間進前有承辦這期貨的發會，有計佇年底就全部攏甲拆了。也毋過這爭取委呢是真受氣，講這台南市府無教人參詳。其實這7樓以下呢，要是會當使用，未來若準備拆掉，安尼伊就會出面來抗議。多數出財清香和工程人員虔誠拜拜，為台南中西區的內亞大樓的拆除工程祈求平安。這棟紅綠色危險建築的指標大樓，才正式展開拆除作業，按算設計幾個月入來。不過，經大樓主委出面騙秀市府，無經過參詳，嘛無調回說明會就硬要拆。伊個主張7樓以下有經過鑑定是安全無問題，講到時若是硬要拆，絕對會出來抗爭。你市政府有做這個動作就攏無的，你要拆偌濟就是偌濟。這費時間袂分開，但我的部分就愛交800幾萬。一生的業績攏是在險，我厝好好你拆，我都賠你800幾萬。世間敢有這個道理？附近的店家嘛有牽連到，一方面因煩惱大樓結構安全性，驚工程若做落去會拖幾個月，生意會受影響。驚有當時地震或者是颱風的時候會有一種掉落物啊，很無奈的。不會說啊。所以我那反正講影響到生意就對啊。那一定是會吧。這棟大樓長期欠管理，有地下室積水引起天口結的記錄，外牆進前嘛捌態度落來。去年底當嘛，予土木技師工會鑑定，結果出現嚴重的鋼筋損害。台南市工務局講，工程分2階段，7月先針對12樓至7樓進行室內拆除，落尾下面會出動怪手，兼配合交通管制，目標趕在年底進行完工。剩下的東西如果他們沒有移走，我們到時候還是會清除掉。其實我們這個在法院上已經有攻防過了，我們要請那個到時候要真的要開始做拆除的時候，我們還會再通知他們。工務局強調，考量公共安全，已經完成招標甲必要程序。因為厝的所有權人不願意家己處理，目前估算4500萬的拆除費用由政府承出，後續會依法向所有權人討這筆。那這棟以前因為地動造成大家驚嚇，尾仔也是愛面對拆掉的命運。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。